各位觀眾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HKTCS 嘅頻道，我係成員阿高。今日係2025年3月7日星期五，依度係每週天氣。今日會主要為大家提及近日香港天氣情況、未來幾日天氣情況、長遠香港天氣變化同埋全球低壓活動情況。喺影片開始之前，希望大家訂閱、分享、按讚支持我哋香港颱風追蹤站 HKTCS。我哋目標係3萬訂閱。歡迎加入本頻道其他嘅社交媒體平台，而連結亦都會擺喺留言區嗰度。我哋睇睇近日香港嘅天氣情況啦。過去幾日啦，前幾日啦係有冷風啦，係殺到香港噶，而且佢係遲咗大半日先抵達噶。而高空擾動啦，相關嘅弱雷雨帶啦，亦都係比預期較北，導致雷暴啦、明顯降雨嘅天氣啦，係比較北㗎，而未有發生喺香港。咁但係隨住星期三、星期四啦，東北季候風同埋雨帶係逐漸影響香港啦。本港氣温到喺前幾日啦就逐漸下降啦，雨量亦都係有增多。濕凍嘅情況下啦，本港降温亦都比較明顯㗎。天文台喺星期四晏晝啦係發布寒冷天氣警告㗎。而目前仍然係生效緊㗎，並且預測香港今朝早氣温係普遍達到12度啦嘅寒冷水平㗎。而今日香港就都普遍比較凍啦，而且全日個雲量都比較多㗎。咁有雨嘅情況下啦，本港今日嘅降温亦都係比較明顯㗎。今日普遍地方嘅最低氣温都跌至10至12度。而天文台達到12.1度咁同寒冷日個標準12.0度係爭0.1度㗎。而高地氣温個氣温係達到單位數嘅低温水平㗎。日間持續多雲同埋相對潮濕啦，氣温變化唔大㗎。截至今日日落之前係仲未有氣象站係升穿至15度或者以上。咁今日其實都實現咗呢個嘅到春寒嘅情景啦，亦都係繼上年之後啦，今年又要喺3月係要發出寒冷天氣警告啦。咁今日日間都係有啲雲有啲雨嘅情況啦。咁本港氣温個變化都唔算太大啦。咁預料呢個情況都會去到日間嘅情況，聽日日間嘅情況。而聽日就預計聽日日間朝早仍然係有幾陣雨㗎，仍然會受到一啲東北季候風影響啦。市區嘅最低氣温仍然會大約喺12至14度左右啦。日間稍後部分時間就會有返啲陽光啦。咁到時氣温就會逐漸上升返啦，日夜温差亦都會上升返啦。咁下個禮拜初就開始會有一啲偏東氣流係主導影響香港啦。到時東風增強，當風地區個風勢係比較大㗎，而雨勢亦都會減少啦。部分時間有陽光啦，氣温係會逐漸回升返㗎啦。而天文台亦都最新認為東北季候風正係影響緊華南啦，同時一道廣闊雲帶係覆蓋緊廣東㗎。天文台對於今晚同埋聽日嘅預測係大致多雲啦，今晚同聽朝早有1-2陣微雨啦。市區最低氣温去到13度左右，新界再低1-2度同埋寒冷。晏晝部分時間有陽光，最高氣温升返去到18度啦，會吹和緩偏北風㗎。聽日會轉吹和緩嘅東至東北風，風勢間中係會清勁。之後嗰1-2日氣温就會逐漸回升，天色較為明朗。下週中期就會温暖潮濕，沿岸有霧。可以見到天文台就預測未來3-4日個氣温由呢個嘅市區氣温最低去到13度啦，去到下個禮拜二就會升穿20度嘅市區最低氣温㗎啦。而濕度方面都係中等而且偏高嗰啲水平啦。咁見到去到禮拜日嗰時候就會開始受到偏東氣流影響啦，離岸同埋高地間中係會吹強風㗎。咁到時隨住氣温逐漸上升個最高氣温都會去到温暖嘅水平㗎啦。
下週中後期啦，我哋睇睇長遠天氣情況啦。咁下週中至中後期啦，就預計會有潮濕温暖嘅海洋氣流係影響香港啦。咁到時啦就會出現翻一啲春天嘅天氣啦，會出現温暖啦、潮濕有霧嘅天氣㗎。早晚有霧啦，同埋有啲微雨啦，能見度啦亦都會比較低。天文台預測啊，到時啦就會有海洋氣流啦，為我哋帶嚟温暖潮濕嘅天氣啦。屆時計劃出海嘅人士啦，或者駕駛員啦，就要特別留意天氣嘅情況啦。咁到時啦，風勢啦亦都會比較弱啦，只會係吹一啲2至3級風嘅風力啦。而濕度方面啊，天文台預測去到3月12號至13號啦，都會去到80至100% 嘅水平。咁即係代表啊，濕度係可以去到非常潮濕嘅水平㗎。咁當中啦，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啦，同埋會温暖嘅情況，早晚有啲霧啦，有雨嘅情況。咁我哋再睇睇啦，下週後期開始嘅情況啦。電腦啦，預料最快下個禮拜5啊，到星期6啦，再有冷風係抵達香港㗎。而歐美電腦暫時預料啊，到時啦係會有一定嘅雨勢㗎。而歐中電腦啊，亦都預測出啦係有雷暴啊，同埋可能有啲狂風雷暴嘅情況。咁亦都唔排除真係會出現呢個嘅情況啦。咁到時啊，再次係有機會啦出現本港嘅初雷啦。咁今個禮拜就失敗咗啦。咁睇下到時有冇機會啦。咁之後2-3日啦，電腦就預測啊，受到冷空氣影響啦，個氣温啦就會下降，並且又會繼續有1-2陣雨啦。而歐美嘅電腦啦，目前暫時預測啦，本港市區嘅低温啊，可以跌到去12至13度㗎。咁即係代表可以跌到落去非常清涼啦，甚至去到寒冷嘅水平㗎。咁但係目前嘅時間啦係尚早啦，仲有超過1個禮拜嘅時間啦。咁預料啊，預測係會有調整空間㗎，可能會調高嘅情況啦，或者調低嘅情況。而天文台最新嘅預測同埋評估啦，就預料啊，一股嘅東北季候風啦，會喺下週後期影響華南，該區氣温啦會再度下降啊，同埋有幾陣雨㗎。天文台暫時認為啦，喺禮拜5開始啦，市區嘅最低氣温啦，又會跌翻落去十零度嘅水平啦。咁暫時認為3月16號嘅市區氣温啦，去到16度嘅水平㗎。咁預測啦，個天文台嘅預測啦係有一定程度啦可以調整㗎。咁到時啊，大家就要留意天文台嘅最新預測啦，同埋佢嘅改變嘅情況啦，睇下預測會唔會調低個温度啦，或者調高嘅雨量嘅情況。我哋睇睇全球低壓活動情況。咁目前啦，全球有4個獲咗編號嘅低壓系統啦。咁首先啦，喺澳洲嘅東面啦，係有一個嘅熱帶氣旋㗎。目前啊，佢嘅風速係有100公里每小時嘅1分鐘平均風速㗎。喺當地啦，評級係為2級嘅旋風㗎。氣壓有978 HPA 㗎。咁預測啊，佢未來幾日啦，就會大致以差唔多嘅強度啦，或者叫稍為減弱嘅情況啦，係登陸啦澳洲嘅東岸一帶㗎。咁然後就會減弱啦，並且係減弱成為低壓區。咁喺印度洋嘅情況啦，咁喺北印度洋啦，目前啊係有一個系統 90B 㗎。目前佢發展潛力啦係低啦，風速只有30公里每小時嘅1分鐘平均風速。咁喺南印度洋啦，呢度有 98S 啦，佢未來24小時內發展成為熱帶氣旋嘅機率係中等啦，風速有35公里每小時嘅1分鐘平均風速。咁喺馬達加斯加嘅東北面啦，亦都係有個系統 99S 㗎。咁不過佢目前發展潛力啦都係比較低啦，24小時內成為熱帶氣旋嘅機率暫時係低啦。咁目前佢嘅風速有35公里每小時嘅1分鐘平均風速。好啦，最後啦，多謝大家收看啊！未來本頻道會繼續改善啦、分析啦、讀音講解質素。
並且密切監察住香港嘅天氣同埋低壓活動情況，適當時候就會用影片啦、直播或者貼文嘅方式發布。訂閱我哋並且開放通知，就可以掌握本頻道嘅最新發布啦。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